好，一、自在、二、菩萨、三、多罗、四、十八、五、零玛、六、安嫩、七、比度、八、法路、九、希望、十。波罗木阿德。哎呦，熟奶没有声音了哈，为什么一定要讲出来？因为你讲出来，你的头脑自然会有记忆。好，11、十八自在、12、十八菩萨、 13、十八多罗、 14。十八十八、越来越熟呢，你就练嘛。好，15、十八里玛、 16、十八安嫩、 17、十八比度、 18、十八法路、 19、十八希望、 20、菩萨多罗、 21、多萨多罗伊拉布自在、 22、多萨多罗伊拉布多萨、 23、多萨多罗伊拉布多罗、 24、 多萨多罗伊拉布十八、 25、多萨多罗伊拉布里玛、 30，多罗、可以。31、多罗伊拉布自在、 40、十八多罗、 50、里玛多罗、 60、安嫩多罗、 70、比多多罗、 80、法罗多罗、 90、希望多罗、 100。自在阿苏波。嘿，很好。或者你讲百位哈，就讲什么？数过。对，数过啊。好，200呢？多萨阿苏波。对，可以。你讲杜萨阿苏沃，或者是杜萨苏沃，都通哦。1000，你先把你知道的一把它讲出来。自在阿千。八，忘记了对不对哈？八的，巴的。对，这个是千位哈，1000哈，自在阿巴的。你们身上经常会有1000块这个东西哦，不会有，不会，不会有那个50块呀，或者是不该有的钞票，但是1000块一定有，对不对？目前我们台湾的那个是这样，所以你与其这样，你就把它记得，巴的就是1000，只在巴的，自在阿。除非你身上不会出现1000块。因为会出现，所以我们把它记起来，自在巴德。自在巴德。巴德。好，我是，譬如说我百位是那个100，那个45的话，是我是不是念自在阿苏波伊拉布伊拉18多罗伊拉布。里玛。你用这样讲，自在所握就好了，对你不要加自在阿所握，你就念自在所握伊拉布，你说是15吗？对，伊拉布18多罗伊拉布里玛。不是，自在所握18多罗伊拉布里玛，你写写看。你可以再念一次吗？好，自在所握处理掉了哈，18波罗。你就直接40进来哦，就不用再伊拉。不要，然后再伊拉多少这样，你写写看。谢谢。自在所握。你先把它写出来，我看看。自在所握。